人羞耻！你甲我讲，我即摆到底是要安怎？我穿安尼敢要看口你？哈？我无钱哦，无办法啦，真正就失礼啦。哎，小朋友来，今日来哦，咱搁要来提补妆，啊，毋过提补妆之前哦，咱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双赢科技队。你是？高开心，我是敬雄，我是严怡，我是陈兴伟。组长，阮小朋友来要提补妆啊，我甲你讲话，你拢唔正面看哦，你足无礼貌的呢。你怎歹性地啊？唔是啦，哎，啊，你大牌啊？唔是啊，阿妈，你是？你看我穿甲安尼，安尼敢要看你？你看我这腰来吧？足性感的。马感。唔是啦，敢是即马海上流行的风格？啊，都我无说你家伊的衫吼洗一个球水啦。啊，我唔是偷工的哦，我吼就是照一般洗衫共款吼，啊，就等在洗衫机内底洗啊，啊洗洗就摕去家己烘，啊无想到那会球水哦。行家呢？哈，原来是酒水哦。对啊，这酒水咧，酒水是要安怎？啊，恁敢捌有这种经验？我洗衫洗到褪色啊。啊，你有褪色的经验嘛？哦，啊，其他的咧？啊，我卫生纸放伫咧落地啊，结果摕出来，哇摕落地啊拢是卫生纸。这应该真侪人拢会经验。啊，搁有啥物放奇怪物件伫落地下的？地米两个壳，地米两个壳。哦。啊，因为你。我放三个喙烟伫我的落地啊内底。三个，而且是三个哦，就是拜一、拜二、拜三个。哎呦，哇，你哪拢，你裤拢无咧洗啊？伊就三工洗一届你。哦，安尼啊。啊是讲小静，你洗衫的时阵，你敢有看迄洗衫馆顶的标签？啊？什么是洗衫标签？迄馆顶都有建议哦，你要安怎洗衫，啊，佮会写讲这衫是不是会当放伫咧烘衣机内面，啊，上好的温度是偌济，你一定要看好清楚，才袂衫洗甲安尼揪水，还是洗歹啦。还不是落入去就好啊哎。呀，迄标签到底是要看？迄看也有。你这有真正衫啦，啊吼顶悬敢若有一寡符号你看符号。小朋友来看者，你感觉第一个是啥物意思？水的温度，水的温度安怎袂使超袂使超过30度。 ？30度，啊，搁有无？搁有会当这件衫会当安怎？啊，我看有啦，有倒对不对嘿？用有的啦。会当用握到用啦。哦，安尼啊。除了馆顶写的这以外，我甲你讲，搁有真重要，就是你洗衫的时阵哦，浅色的、甲深色的衫一定要分开洗，若无你会去倒色。啊，这球水这衫裤，这穿了足介油，敢有法度甲球转来啊？球灯啊，我是知影有一个方法，啊，毋过无法度100%哦。第一步就是吼，准备30度的水，水啊，互我浸哦，放伫咧迄桶仔内面，互伊扬起了后，你甲球水的衫浸伫咧迄水桶内面，差不多浸30分钟。 30分钟。 30分钟了后，你爱用手安尼轻轻啊滴哦，准备一个浴巾，大滴。浴巾啊浴巾大滴吼，你甲这吼，变细领的衫，球水的衫，放伫咧迄浴巾管顶，啊管顶吼，搁放另外一条浴巾，啊后自然互伊打落会用的啊。哦，你有记起来无？嘛是啊，轻轻啊滴哦，轻轻啊滴，互伊打。哦。好啦，无你即摆烫落来，你烫落来。没，去看买啊！我等，不是，卖金嘛啦！啊，就你，哎呦，不一定哦。连咪咱这互因提补妆刷了，你好好甲我真正处理一下。好啦，好。爱记哦。啊，真真正多谢队长啦，嘛感谢恁的分享，就互你来提补妆，准备好啊未？好啊。好来，准备接触，现在卡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红呢。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什么意思？你啊，你安尼看就垃圾的咧。啊，恁头壳顶的字恁拢有熟悉啦吼。哎呦，恁敢有介意恁头壳顶迄个料理的方式？你无介意用烘的？对，无你爱食啥？用啥物料理的方式？真的，真的哦真的，隔壁这位真的。
隔壁啊，你家己有介意蒸的无？介意蒸啥物？蒸鱼啊，鱼啊鱼啊好食。啊，还有其他恁你的是啥？你敢知？啥？系啥的？啊，卤的你有介意无？介啊，这位是煎的。我上介食真正你上爱食煎的，煎鸡排，好哦。来，对料理的方式拢真清楚。啊，毋过恁准备好，我甲你讲，我等的鱼啊，足歹食的。准备好未？好，好啊！来哦，现在个蒸。哎呦，来，遮准。我来。哦，就乖，真正足快啦。就动落来吧。香。哎呦，拜托大家一定要食的。哇，变起来又来吧。无我拢喷掉，来，我来跟你拼。啥？小啦。肉。飞。水，来，什么？日本哦。蒸。哇，厉害！新加坡喷，哎，它变起来，它变起来。香。哦，哎呦，巴西啦。赞！来，肉。哦，来来来，罗西啊，鸡。印尼。会有面皮无？啥？厉害！贵什么？贵咸水的。香。泰国哦，这边的，这亮的，肉。水哦，就要食呗，来，真正最好食。菲律宾啥？加拿大啊，你唔对。唔对。哦，交在，好来，好，这年咪开始讨论。进来，嘿嘿，蒸。哎，水，来，最后把喷好来。哦，哇，真正有看的呢。我是对倒位来的？哈，你对南极来的，南极哦嘿，哇，真正有看的哦，咱来复习一下。好。哎，底下真正无好徛，唔是一般人法度徛对吧的。头先恁有讲到越南，嘿，头先恁的南迄个合喙无够标准，南爱合无较正确。咱做一点是改越南。好，来， pass。巴西是头先 pass 的。对。那有啥 pass 巴西的 pass？巴西较简单呢。巴西是想去寻到鱼啊。哇！你，啊你哪会随看落去就随 pass？会记你继承巴西啊！巴西，巴西。再来就是头先加拿大。加拿大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国家是读加拿大无唔对，啊毋过因为咱爱照汉字来读，所以爱念加拿大。嘿，加拿大，来看卖下是。哇哦，丢无掉。但无老片啊，10块2块大片来请睇。你赔了回来。啊，睇啥物咧？轮班，回哦。好，好，来，真好哦。好，因真正最好食的，嘛。有够好食的，报告后尾徛起。好紧，这毋是重点，重点是第2关，我互恁提车提地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。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看球台，看球练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会保障就安全啦。拄则听到恁的队名，我就想要问啊，恁叫做东营科技？因为阮学校有咧发展机器人的课程，常常会出去比赛，顶届的比赛佫摕到第1名。哦，哇！厉害呢！啊，迄机器人会当创啥物？就一个轨道爱
伊会伫头顶底下咧走，啊，你爱伊甲伊接落来，接落来。啊，拢是机器人伫操作的。哦，哇，你真厉害咧！啊，你拢有参与哦？就是拢上课，但是伊是校队的。哦，就是伊伫咧这个方面更较厉害，更较专业，啊，就派伊出去比赛就对啊。哇哦，搁一个破声，这无简单。今嘛，你来讲出甲这题目有关系亲人还是亲情？阿伯，啊个李伯，三杯。阿伯足济伯，啊三叔公嘛足济，二叔公、大叔公、五叔公，袂使安尼哦。叔公讲过就讲过啊，吼。好，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迎来ka。来，来哦。加油哦，甲你哇，同第一个加你想油，要先啥？哎，加油啊！哎，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哎呦哎呦，来，来查甫高中高中阿公阿公丈公丈公阿祖，查甫祖，查甫做是，来，查甫做，两二，来哦，再来是倒一个题目咧？好，哎呦，来，无爱舅公武功，妈妈妈妈妈妈好，伯公八公亲家，亲家，哎呦，哦，来，厉害，你那亲像已经做亲家的感觉，阿妹啦，对，他讲亲家，亲家们，你有较细腻啊，所以叫义，真细腻。来，有爱阿姨、阿姨、阿妈阿嬷、阿母阿母、阿兄，阿兄，哎呦，来，今日够时间太了힘真强其实哦，无介济呢，若是拢讲拢啊，拢讲过啊，对有，点好，因为时间嘿啊，哦，还八，拢会使，哇，佫无爱哦，无爱，金宝、金宝新牛新娘，新牛、新你会使讲娘不是亲情呢，姨婆姨婆，一包，会样啊？大家大家水哦，有人啊，丈人啊，哦，你足老派咧，哦，有人呢，拢咧讲，哎，听你讲啊，阿公啊，阿公哦，来哦，时间1分1秒咧过，有点好你，去后壁好啊，因袂响啊，因头前袂响，听袂响，来来来，查某，阿静、阿静，阿静、阿姊，阿伯阿伯不是啦，阿伯不是亲情，高伯，嘿嘿嘿阿，姊阿姊好啊，无讲过这，小妹，小妹哦，水小。妹好来，今日时间够有诶，较紧的，较紧的，时间到，来头前学习一下。好来，无爱个啥？无爱哦，即讲，即讲故讲，电丈公、公电金宝、姐夫表兄、姐夫。哎，恁这亲戚嘛，真大棚大吼。色嘿啊，你是这八不是？兄哥，对啊，这边还佫真多对呢。啊，哦，哇，20题，2题大片，下题，想要去摕？都无收起来，佫无收起来，两题哦，游玩无收起来。面向来小朋友厉害，哦，厉害啦，厉害哦！哈，来看觅上尾关，敢有机会收起来咧？准备接招，迎来ka！听我来讲古，这关要来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。队员虽然抽一张牌啊，甲牌啊顶面的物件连做一条故事，两回合看会当讲到几条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大片。我上介意看你上脑筋啊啦！科技队一定要来介绍一下因的机器啦。哦，到底是安怎做的？会使佮我分享一下。恁手提的这就是恁做的机器人。伊是用派去的风琴、甲手风琴，佮有派去的桌啊、甲椅啊做的，啊，伊差不多偌大身啊？甲你同款。甲我同款。啊，安尼无足哦，安怪，尼算足大就是小可 mini 啦，mini， mini 的机器人嘿，mini 的机器人。咱莫去这讲，是假的啊！啊，来第二，这算第二代啊。这是用牛铃阿伯咧做的，哦，啊，差不多有1层楼高哦。一层楼悬哦。嘿，这是第三代哦。
这是栽水脚，在睡觉啊？做的机器人，哦，啊，这机器人是这图是啥意思哩？就抓歹人。啊，掠偷走税啦，伊只顶头写 tax 无？哦。有无？啊，后一张咧？这张是向税务局合作的一种机器人，哦，啊，伊代表啥物啊？伊就是规道头顶走，谭大讲的迄啊，个，头先讲的咧哦，所以伊是会动的，就伊是会动的，这个嘛会动，这两个会动就对啊。跟我家共款啊。啊，伊差不多偌大只？哦，差不多安尼这个安尼。安尼。哦，真古锥，较迷你安尼啊，真厉害哦！因播我声好无？东营国小科技队真厉害。啊，毋过即摆要来讲故事啊，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哦。甲题目发落去。来，一人抽一张，啊，洗二抽。会当先看无？袂当，你真有礼貌，是有成问。好，即摆甲掀开。哇！来，插去。下流，甲洗手型。哦，你这 bonus 哦。大门，嘿，对。雨伞、电线、刷东，刷动水。好，来哦，掀来个。下流，甲洗手型。哦，你这 bonus 哦。大门，嘿，对。雨伞、电线、刷东，刷动水。好，来哦，掀来个。阮兜附近有足侪下流的，会当互洗手型食。好。迄个所在就是阮兜的大门。哎呦，对啊。迄只洗手型，逐工拢爬来阮兜咧食下流。啊！我要去办的时阵，雄雄落西北雨，我搁转去摕雨伞。哦，结果电线跳电啊，门拍袂开，所以我干那会使走到别个所在边。我走去一个山洞，我住伫咧山洞用蜡烛生活一工，结果迄门已经好啊，我就搁倒去厝内底。敢会用的啊？算。会用的。你较有自信呢？哎太热了对，这接袂，遐是毋是有较淡薄仔就是较怪？较无关联，但是会当讲毋是跳电，要讲小拍电。哦，想袂到啊，西北雨嘛，落雨，因为西北雨害阮兜的电线小拍。小拍电，啊大门煞拍袂开，对啊，无我就转去厝的，啊，就是讲啊所以，就走转等于去山洞伊就去山洞边。生活，一工用垃圾过生活。对，所以咱遐甲靠半的就小好啊。看啊，靠摆的啊，队长想买嘛是 OK 啦，真赞，只是讲无超有自信啦。对，无啥子，啊，敢袂使，会来。好，靠半的来收牌，一人一张免手。请开去，来，甲插哩吊车、落尾家，回家吊车、吊车，第三个第三个苦龟，现来个。阮兜附近有足侪鹿仔会伫遐咧走。足侪画家拢伫咧阮遮咧画图，甲因的动作啥物拢动作，拢画出来。啊，要画刷要转去的时阵，车雄雄歹去，所以请吊车来甲伊载走。在等吊车的时阵，因为我无聊，所以就伫田咧出来伫遐咧耍。我就耍，像知伫田雄雄，互我耍歹去啊！我就规面苦规面，心情就歹，车歹去啊，伫田个歹去，我就决定要步练转去厝内底。哎呦，袂歹哦，这听起来介好咧。就完整的咧。咱补充一下，其实这个伊是讲，才有足侪画家爱去遐画图，啊，再来走到遮来煞变成是，迄个画家就是伊家己，啊，到尾伊变成伊家己的车歹去，就伊嘛无讲到伊是画家，所以这角色的部分爱较注意，啊，毋过其他表现啊拢真好。来看嘛，9题，通啊摕2块大片，佮加上 bonus 3题，哇，佮摕了啊！厉害！哇，拢无啊，哇，咱今仔日哦，大风收。大商本啊！
卖安尼啦，人讲有量才有风嘛。嘿啦，有量才有好啦。一个是空的，摕宝藏的机会介悬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咧，险来个。哇，要来摕宝藏啊！啊，毋过哦，优哥互人我有感受到危机，因为咱的台湾的囡仔台语愈来愈好啊，是，全部摕了了。台语真正袂歹。对啊，真好，你看7题拢用提起啊，真无歹势，简单啊我有。问题，我有疑问。进前摕7题拢有金箍箍，这堆敢有？我拢摕你的手啊！你感觉咧？你感觉咧？我搁卡那唔甘，恭喜你！真正无简单啦，真厉害啦吼！啊，继续好啊，讲台语好唔好？啊，啥物出来背？意义出来背。好，来哦，手甲扛起你，爱背爱超过1空才有准绳哦。这球替你紧张呢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第二手唔好手。请背。竟然无对，我唔知你讲啥，我你会当摕到2个金箍箍。虽然无摕到啊，咱一届哦。你等过一届无？我安尼，恁来摕3题起来，好不？来。什么人？来，加一题啦。歹结掉，你甲伊摕起来。来，互我，你摕了互我。什么人歹结掉，你甲伊摕起来？加一题。你们两个，可以。规定你先摕3题起来，啊，要刷位嘛会使，看要安怎刷位嘛会使。好。要刷无？啊，有要，安尼是一半，你有要刷位无？你有要刷位无？好，安尼哦。袂对。民雄的小朋友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请背。较大。哎呦！好，即摆搁摕2题起来。喂，无啊。好啦，来头前。好啦，咱讲完一个第二个播声啦吼。讲真正，这集真精彩，因为这小朋友表现了拢太好啦。过去的这真正妙文创。我嘛真想要甲宝藏送互恁，啊，毋过这就是无法度啊，而且佫2届机会。来，林总讲要，无啦，已经2届啊，你讲要讲1届。好啦，继续讲台语，惠弟你表现了真好啊。这种就是通啊讲台语这个能力，啊，佫有通啊真自在讲，我感觉这是一定是环境造成的。是。真正互恁家己一个破声好无？个人一个破声，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讲台语。